祝大家平安健康快乐。那今日呢是家族纪念咧耶稣升天，而是耶稣进天堂。但係要耶穌進天堂呢，因為就透過上帝嘅愛安排，對要人類嘅派一單日嚟，所以按照耶穌基督出世在世間呢啲，死在十字架，解決人類嘅罪惡，解決一切人嘅錯，在十字架解啲，佢講一句話最尾嘅好，佢講結束了。講了結束，叫做交出一個生命本天父，叫做事實。死了咧講3日以後叫做復活。交大學嘅學生，攏做嘅交大學40日以後叫到盡天家。嗱，到盡天家嚟講呢，叫做祝福一間物嘅啦。第一佢幫一間，因為到喺呢個羅馬書8:34節樣講到，耶穌基督已經死了，然後佢講嘅復活。見到你係嘅初出真小片天賦嘅真小片嘅幫食家，但係佢幫食家呢係講要下令嚟甩食家，今日食家講食家要取喺上帝嘅面前嚟講，嗱耶穌基督佢講嘅取食家嘅取，俾佢擔起了，一切嘅錯處俾佢解決係了，喺十字架嘅佢幫食家，然後食家世間嘅因為困難，因為嘅面傷害苦害，攏總佢幫食家。第二咧講食家得到咩嘅福呢？第二咧講食家得到上帝耶穌基督準備將會所本食家在天堂嘅，因為到呢一個約翰14:2節有人講到，耶穌講在天父當個嘅啲按到會所係講冇人樣嘅講嘅，當然冇講呢啲，因為當喺呢個嘅準備將會所本嘢，這樣嘅食家得到最大嘅福，上帝轉到天家準備將會所本每一人相信其實。嗱第三個講。在呢約翰14:16節，有人講到耶穌講，我嘅天父他本意亦就幫持你嘅，隔你統裁到永遠永遠。嗱，上帝耶穌基督轉到天家，佢派一個神靈下嚟，降神靈下嚟，落實緊人類嘅心中呢啲。大家統裁到永久永久，嗱，所以而家世間呢啲，而家要痛苦，要問題，要煩惱過度，要不實，要善念喺心中呢啲，大家統裁幫助而家到永遠永遠，直到而家有力量嚟過一切嘅問題，一切嘅痛苦，而家能夠跳過去，因為到要耶穌基督要善念嚟到大家統裁，帶而家過去，帶而家。得善嘅路，但係而家善利嘅路，因為到幾50有個食家，幾50冇財食家，世上嘅統裁都永久永久。即係有人食家你世間你黑到，食家是由上帝嘅恩典，嘅個善念喺到心中，khiến大食家到永遠永遠。然後離開呢個世間嚟講，佢大食家嘅生命鏈轉到天家，因為到佢準備將會所本食家。嗱，祝大家平安健康，阿門。